个破酥包，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包仔皮食起来一层一层，敢若葱仔饼共款，伊是一层一层。啊，破酥是一种糯米的手路，所以食起来的时阵，你会使看到伊的包仔皮是一层一层安尼。真的，你安尼看吼，真正一层一层的。对。哦。老师有在聊伤济啊啦，拢是聊。拢是了呢。这个破酥包对我来讲是真重要，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买一个破酥包，甲我饲大汉的。哦。啊，大家哪听？好，我继续。刚才我甲大家讲，你既然就讲我是安那爱想要食这，因为我去过迄个桃园迄个啥物国基村，啊，伊遐嘛是有中正市场。对，中正市场遐嘛是分南来的嘛。迄规个接来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迄个破酥包，对。是安那我印象最深，就是伊即个皮。我食者有够济赞的迄个口感，啊，食一摆就拢一直记一世人。破酥包的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包仔皮，一层一层安尼。